，ETNet YouTube 會員制正式登場，成為 Net 仔，支持我哋，仲響專屬徽章加 emoji， 會員投票優先睇片，再加直播優先提問，投資快人一步，先可以勝人一籌，快啲加入啦！其實個問題咧就係本身依家啲 AI 程式咧太強大啦，其實嚇咁啊強大到第一來，琴晚嘅新聞方面嚟講就話 AI 方面互相攻擊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入侵其他嘅 AI 咁樣，咁直頭係武裝緊自己咁樣，咁呢個其實係本身嚟講啊 Elon Musk 又或者講緊係啊 Bill Gates 曾經嚇咁啊甚至乎啊 Bill Ackman 其實都曾經提過呢個嘅憂慮嘅，咁因為本身驚人類控制唔住個 AI 啊，其實嚇咁啊到時其實講緊可以出大事，最簡單啦嚇 AI 方面嚟講，幫你按咗啲核武按鈕嘅，你就真係出晒事，根本上嚇地球毀滅，地球空氣唔好，其實對於 AI 冇影響嘅，其實佢唔使吸，佢唔使呼吸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咧呢處一個考慮啦。咁大家如果唔知嗰個我想講啲乜嘢咧，你睇下啲咩 Terminator 嗰啲咧嚇，即係講緊阿諾舒華辛力啤咁揸住支槍嗰個咧，其實咁你嗰個你就知㗎啦，基本上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咧嚇咁真係有機會發生，唔係話冇機會嘅，其實嚇咁而調翻轉頭啦，咁講緊係呢個騰訊方面又驚咩咧？佢幫你做埋遊戲啊！AI 幫你做埋遊戲 ，AI 依家可以寫程式噶啦，已經講緊係成個 app 可以幫你做埋噶啦，其實嚇。咁如果佢幫你做埋個遊戲，咁仲使揾你騰訊做乜嘢啊？其實嚇。咁嗱，老實講，你可能仲有王者榮耀，可能仲有類似嘅物體嚇，可能仲有類似嘅一啲手遊方面或者講緊係啲網遊方面出嚟。但係調翻轉嚟，你難揾食咗咯。其實就唔係話你嚇咁好容易可以抌一隻出嚟，咁你係咪你都要等排號咁樣？如果調翻轉頭，你屋企阿 B 仔都識寫嚇，咁你個生存價值就冇噶啦喎，其實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個就反而先係即係騰訊方面嚟講呢兩日嗰個走勢跌嘅最大嗰個嘅元兇，咁大家就擔心呢一樣嘢。咁依家真係發展緊嘅，咁但係去到呢下尾咧，老實講啦，依家個發展好快。其實20年前我都唔知今時今日原來可以即係揾一部手機創天下咁樣，即係你揸住部手機電話銀包都唔使攞啦，根本上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嚇，連樣都可以睇埋。我細個嘅時候咧，以為睇星戰嗰陣時嚇，望住個咁大個電視機咁講嚇，咁望住人哋對面艦長咁先係見到個樣。今時今日連下邊工人姐姐都揸住同佢個 CVD 喺處傾偈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你要留意翻呢一個問題咯。其實到底騰訊跟唔跟到咁樣呢家先係最關鍵嘅。其實咁但係就算 even 佢跟到都好啦，咁Google 嘅問題喺佢身上邊一樣會發生，就係講緊係咩咧？個資本開始好大，個資本開始好大。咁所以其實咧早排咧啲資金輪動就翻去騰訊嗰處咧，我都微收過一個問題就係、喂，到底其實講緊佢係反彈定係轉勢啊咁樣，我都微收過呢一樣嘢，我都話要睇多陣咁樣。似乎咧，如果你睇講緊係 Google 嘅情況咧，就似乎係反彈就唔係轉勢咯嚇。咁所以變咗嚟講，你有心理準備，可能未來方面嚟講，再試翻啲低位一啲都唔奇怪咁樣。咁早排啲低位即係400零蚊嗰啲咧，其實嚇咁嗰啲位咧，咁你有心理準備啦嚇。咁之前去到411嘅，其實嚇咁講緊即係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去翻呢啲位嘅話咧，咁大家要知道應該點做嘢。咁本身嚟講，依家係咪時候可以趁低吸納啊咁樣？咁都係嗰句，你要睇佢有咩模型出街，出咗個模型之後，咁市場方面嚟講受唔受落嗱？最佳嘅例子都係真係 Google 嘅。其實點解我今個禮拜我成日強調 Google？ 因為講緊 Google 方面嚟講，佢嘅Gemini係揾到錢嘅，係Gemini嘅盈利方面係升咗80%嘅。其實講緊係即係佢雲業務雲端方面升咗80%嘅，一樣俾人照掟。咁點解啊？因為其實講緊佢講緊入不敷支最簡單就係呢句。ET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幫你洞悉大局，捕捉投資先機，即刻申請啦！